说原地待命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和十三哥去见周建放我们过去。周建不是单阳毛修的人吗？他会听远州哥哥宁掌柜的话吗？小事怡情，动之以理，这次由不得他不听了。他想结识周建，这就是你们昨天商量出来的法子。比结识更管用。瑞姐，你们就安心等着吧。李王的小兵怎么这么慢？他们什么时候能进涂山镇？有些密室不适合入地，在这休息一下。以前密室不是将军，是否还记得？可以多谢殿下的蒙恩，让我这才有机会跟朱将军一块儿为殿下效力。此令我送上。稍等，我需要和你一起。殿下派你来的时候是哪日27日。只是前几日我还没有回到京城，没有见到殿下。让那几个幕僚说了这么一个狗屁的事，他们还想直接动手。如若真的张松和皇后生怕开心，这个时候抓住德川就难逃杀敌叛国的大罪。而周将军你也难逃一个凌迟的死刑。不过还好周将军你行事审慎，志在孤山关守，这才能铸成大错。没错，我早就觉得哪里有点不对，应该有何妙计？我向殿下献礼一计，不知道周将军是否听过前朝有位张将军用稻草人假扮自己，引敌军入贼的故事？当然知道。周将军果然博学多才。